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事情。所以也没有这样子的风声，或者说这样的说法，这样。我不清楚。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一次因为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跟江主席的部分有联络嘛？那主席是有当面就希望说您来这个部分做针对论的事情来做道歉或者怎么样嘛？刚才就有提到嘛。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那主席因为提名我了，所以他也支持我的决定，这样。他们有说可能面对这个事情怎么样做比较止血，或者说怎么样来面对吗？他就希望说鼓励我，然后他觉得有说现在选这个要加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把它承担下来，就这样。他们有希望说就是把这个整个事情说清楚，然后公开的道歉。这个是我自己的决定。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整个事情发生之后，现在连包括之前就是说在跟指导教授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所谓的这个照片的部分也都被提出来，这个应该也有看到啊。那就是你们指导教授没错。我们同学会都差不多是每年的大概3、4月，因为同学都是说春酒之后3、4月。那有时候会请会请教授或者是当时的所长，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外界提说什么好，也许是因为你的背景，然后就讲说所谓的这个指导教授的腰骨软，然后您的背景。我当初去读书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背景，对，我没有担任任何公职。是。所以那一次是在帮你庆生嘛？那一次是在庆生嘛？就是3、4月的时候是我们固定的聚会时间，每年的。然后有时候我有空我就过去。那3、4月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而且我记得，如果是有时候我都是跑一跑才过去。有时候是这样，没有特别的说到底是。您的指导教授的确那时候也在现场。他没有在现场。没有在现场，因为您之前有提到说论文的部分，您就是说学位的部分您愿意放弃哈，但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位有所谓的这个撤销问题，还有这个东西会不会去所谓你在这个中选会的，就是选委会的这个提报的资料里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你没成，动手！你没成，动手！没成，你没成，动手！够多，好像党内的士气不够，你怎么看？昨天拜拜，当然一定就是好日子，我们才会拜拜。所以我希望拜托所有的议员当我的分身，所以他们有行程，我也是希望他们去跑，因为你看，像我们今天在做挑战，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我们来到今天，真的范围真的非常的广阔，50几天我们真的跑不完。你今天38去24小时里面要跑完，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非常的困难。所以看高雄真的非常的广大。像是今天行程排得蛮奇妙，就是六龟又回到美浓，然后再回到纳马夏。有时候有那个路线上的问题，像有的时候要经过隧道什么，有路线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会要这样，也没办法一直顺着下去。对。是这个论文的事情会不会整个影响到整个后续的选情，对他的打击会不会太大？据我所知，他在那个上硕士班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当民意代表，所以这个其实我倒蛮觉得是有心人故意把这一件事情在这个时间拿出来操作。那我觉得说，我们年轻人如果说针对自己做错的事情勇于认错的话，我想我们社会大众跟高雄市民应该会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来表现。我们姑且不看以前，我们看未来他怎么做才是比较重要的。